大家好，我係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嘅李永富。今日嚟到呢度長者服務，我覺得好開心，而且好有意義，因為咧可以令嗰啲長者更加開心。然之後我頭先有問候過一個長者，平時中意做啲乜嘢？因為佢話咧呢度有好多節目嘅，例如唱歌啊，同埋今日嗰個 AI 嘅唱家。而且我哋嚟之前咧，我哋上咗3堂嘅 AI 課程，我發現其實都唔容易，因為咧有好多問題，例如咧佢可能 download 唔到嗰個影片，之後今日居然好快就成功咗，跟住咧我就覺得好有成就感，因為咧可以幫助更加多長者，而且好多謝嗰啲老師同學同我一齊嚟服務長者，我好希望下次仲可以過嚟服務長者。